好，而家測試呢個 TKK 法國製造嘅水帶警報測試儀，即係漏水啊、漏酸啊、消化房用。如果萬一有問題啊，冷氣漏水漏液啊，佢都會警報。咁基本上佢會自動檢測到條水帶呢個距離。咁一駁咗兩條啦，兩條。咁大概都係36、37米，呢條就係38、39咁準嘅嗰個距離。咁一先試嗰個尾位，因為佢喺個頭度度，呢個應該係大概1米度啦，佢就會響啦。有水喺台面嘅，掂到水之後就5秒內會響啦。見到鬆三1米，咁就可以去檢測下有咩問題，漏水嘅情況出現咗。咁如果抹翻乾之後呢，咁就會停警報嘅。咁一離開咗，抹乾咗嘅。咁一試呢個頭位警報，頭位再試水，掂到水之後又係啦，3秒鐘到。咁啊呢個係36米，因為佢喺個頭呢度坑就係1米，咁呢個尾呢度呢，就係36米。冇事嘅時候就會停警報，咁好清楚。